来念台语囡仔歌。校园，一年读册声，2年楼梯声，3年食饭声，4年拍球声，5年炮仔声，6年电动声。华语解释台语儿歌校园。1年的读书声，2年的楼梯声，3年的吃饭声，4年的打球声，5年的炮竹声，6年的电动声。本视频的闽南文字和音频都是由台湾的许丰都老师提供，多谢许丰都老师，感恩。制作于良人，逐家轻松来学闽南语，主编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叮当。按这里进入逐家轻松来学闽南语脸书专页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